臣妾参见皇上。哇！哎，你真是太漂亮了。皇上，你有没有觉得眼熟啊？我当然记得这个衣服，就是我们成亲的时候你穿的那个华服嘛。皇上，你好久都没有叫臣妾侍寝了，所以臣妾特意穿上当时的衣服，想和皇上一起重温美好的时光。朕现在就郑重邀请你，必须参加我的寿宴，还要在我的寿宴当天晚上表演你最喜欢跳的雨衣舞。皇上，你真的想看吗？非常。那臣妾就在皇上寿宴的时候，与内教坊合作，为皇上表演一曲雨衣舞。必须的。去喝一杯。注意步伐，你那个手抬高一点。哎，笑要笑，哎，注意表情啊。娘娘参见皇后娘娘，千千岁。平身。谢娘娘。封家降临，有何指教？皇上让本宫在寿宴上给皇上献舞，所以本宫想搞得盛大一些，特来选一些舞技出众的舞姬陪皇上。是，臣明白。这些舞姬都是进宫多年，武艺超群。娘娘请看。不行，他们都跳了100遍了，年年都是他们在跳。本宫想要，我想要特别一点的。这样吧，你去民间给我找些出众的女子回来训练。我想在皇上寿宴那天，表演得精彩绝伦。谨遵遗旨。你一定要尽快引好，我还要和他们一块儿练舞呢。是。宋娘娘。这是真的。回娘娘，这是小蝶亲耳听到的。看来这个王叔孝手脚还真是快，不但安插了人在这儿，还想在寿宴大出风头。看来他想取代的是不能侍寝的武媚娘啊。淑妃娘娘，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了？小蝶啊，谁呀？娘娘，您要的热水和毛巾。进来吧。娘娘，您要的热水和毛巾。放在桌子上吧。是。没事，奴婢告退了。出去吧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已经调查清楚了。那女的就是内教坊的舞姬小蝶。本宫以为把她在内教坊的势力都铲除了，没想到她在内教坊还有人。不过谅她近期也不敢再有什么作为。娘娘为何如此笃定？萧淑妃都知道，我留她一命就是为了牵制武媚娘。她在宫中树敌众多，短期之内，她是再也不敢与本宫作对了。赵姨，你看，
媚娘，大人，你找我？殷浩，你也知道皇上的寿诞在即，这各宫嫔妃都在想着送什么贺礼好。刚刚我也看了这些贺礼单，可仍拿不定主意该送什么。哎，正所谓，人间富贵莫过帝王家，皇上什么没见过？送礼嘛，总有一些心意方好。那你就帮本宫想想吧。哎，媚娘，你亲手做些点心怎样？这个早就做过了，没新意。哦，做过了。哎，皇后娘娘要在宴前排演歌舞，你不如随她一起啊？皇后娘娘要在皇上面前歌舞。啊，内教坊每天呐累得都不行了，我还得帮助她民间选秀，这2天头昏脑胀的。是这样啊？啊，那你先去忙吧。等我想好了，我再叫你来。行，我也帮你想啊。我还以为皇后是真心对赵毅好呢，没想到。别说了，这才是深宫里的现实与残酷。还睡？啊？还有没有？啊，哎，算了，这还有最后一个呢。一个好的没有。说不看，不看了。啊？见过老爷大人。停！不用跳。就是你。是。
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平身。谢娘娘。启奏娘娘，此女名叫陶竹，乃是因好此番出宫，最后找寻到了一名武者，但也是技艺最出众的。参见娘娘。免礼。刚才本宫也觉得你是这群舞姬里面跳得最好的，多谢娘娘夸奖。云浩，我们练舞吧。是，娘娘。昭仪，干什么呢？傻柳儿，这都看不出来，我正在做木雕啊。孕妇是不能动刀的。为何？这可是禁忌啊！万一动了胎气，惹了血光之灾，可怎么办啊？我会小心的。昭仪，你能告诉柳儿，你为什么突然之间想要一颗木雕呢？你也知道，过2天便是皇上的寿诞，本宫一直在想做些什么礼物送给皇上好。皇上可是一国之君，什么珍奇异宝没有见过，所以本宫就想……哦，昭仪的意思就是想要刻一个木雕送给皇上。正是。哎，说来也真巧，这个想法呀，还是昨天才想到的，还在愁着到底雕些什么好。结果昨晚在梦里，竟然梦到一个国色天香的美人，本宫就想趁着记忆犹新，把它雕刻下来献给皇上。昭仪对皇上还真是用心呢。昭仪，那您就不担心把这个美人刻得太美了，偷走了皇上的心？再美，它也只不过是个木头罢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柳儿，不要再劝本宫放弃做木雕之事，本宫一定要在寿辰前把它做好，献给皇上。把刀给我。那昭仪一定要小心啊。你下去吧。是，昭仪。行了，可以了啊！回去好好的揣摩一下你们的舞姿。今天到这里了，散了吧。是。燕大人，我觉得有几个动作呢不是特别顺畅，我想做略微的调整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？好啊，来。哈，不错，动作娴熟，表情丰富，这是天生的舞者呀。多谢夸奖。但是舞蹈到最后那个收势好像不是很好。来，对，好，这高一点，来，回来啊。内教房，这些都是殷浩最喜欢吃的葱油饼，他一定会喜欢。对，好，就再高一点。来，敲回来，这个胳膊要圆啊！来，哎，对，哎，抬头，好极了！哎呀，你真聪明，哎，没法动了吧？啊！哎呀，不玩了，我们喝酒去吧。喝吧。哼，你也就下棋厉害嘛，不跟你玩，咱玩头中。
头中啊！哎，那个头子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没事吧？大胆陈喜，竟敢在御花园乱跑，成何体统？撞着了王爷，惊吓了皇上，该当何罪？王公公，没事的。奴婢不是故意的，请皇上恕罪，对不起王爷，对不起。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不是故意，如果所有的宫女都像你这么做的话，岂不是没有规矩了吗？皇兄，这个春喜啊，她本身就没什么脑子，很傻很天真。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她一命算了啊，别打扰今天的雅兴嘛。看在南昌王的面子上，今天就饶你一次。谢谢皇上开恩，谢谢皇上，谢谢王爷。哎，春喜啊，你怎么从内教房那个方向跑过来啊？你不好好在上食局待着，干嘛去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偷懒了？不是，这真的不是。那个奴婢是为了皇上寿宴的准备工作，所以去找内教房使商量事宜来着。真的？真的。因为看殷大人排练节目太过入迷，一时忘了时辰，所以才急急忙忙的往回赶。哎，什么节目这么精彩？我们也去看看，去不去？啊？不玩骰子了？不玩了。哎，嗨，死殷浩，都怪你！是。好，微臣殷浩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！殷大人免礼，免礼免礼。谢万岁。不知陛下驾到，臣有失远迎，臣有失仪之罪。哎，朕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陶竹。陶竹，好名字。没什么。今天朕只是好奇，想来看看你们的排练，看看你们进展的怎么样。想不到，光只看你们排练，就已经非常精彩。殷大人，看来朕要好好赏赐你。哎呀，臣乃分内之事，无功受禄。谢皇上。娘娘。说吧，娘娘可还记得先前我提过的内教房来了个叫陶竹的舞姬？我当然记得。你不是说她相貌清秀，武艺出众吗？我正想找个时机去探她，必要时给她来个下马威，省得到时候这个女人一逮到机会，就像武媚娘与王叔孝一样，只会用舞姿去迷惑皇上。怎么了？不会是王叔孝又故技重施，已经拉拢了皇上了吧？不是，是皇上今天来过内教房了。皇上？对，皇上见到陶竹，看来很欣赏她的样子，走的时候还把手上的玉戒指给了她。这个该死的狐妹子！也还不一定呢。看来王叔孝这一次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。
皇上，臣妾要把这个送给皇上哇做贺礼。为何提前送贺礼给我？这个可是臣妾一手一画雕刻出来的。哦，因为这工艺比不上专业的木匠做的漂亮，所以臣妾不好意思在明日的宴席中拿出来，怕让人家笑话。谁敢笑你？只要你有这个心意，不管这个东西做得好不好，我都会当做是宝。皇上，这个木头美人啊，是臣妾。皇上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看到这个小木偶，就好像看到那个在内教房跳舞的舞姬叫陶竹，她也是一个有倾城之美的美人，她跳舞特别好看啊。陶竹，臣妾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？哦，她是新来的，殷浩安排她在我寿宴里面表演献舞啊。啊，对，到时候媚娘你就能看到她的倾城之舞，真的特别好看。那臣妾真是要好好欣赏了。皇上，咱们该去皇后寝宫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媚娘，你是不是因为最近朕都是让皇后侍寝，没有留在你身边，你有点委屈是吧？皇上，臣妾与娘娘情同姐妹，娘娘能够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媚娘应该开心才是，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你就是永远都这么包容，永远都这么爱朕，朕就是最爱你这一点。皇上，用媚娘亲送皇上吗？不，你现在有身孕，还是留在寝宫好好休息。王公公在，我们走吧。是，我们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陶竹，明天就是万岁的寿诞之日，你们很荣幸，随着皇后娘娘西迁献舞。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不是吓唬你们，一定要小心。倘若是舞姿错了，那是掉脑袋的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那个还有几点要补充一下啊。滚！散了吧。是。陶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，小蝶姑娘？你等我一下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淑妃娘娘赏赐给你的，只要你明晚按照娘娘的吩咐去做，这包东西就是你的了。我的？启奏皇上，皇后娘娘率领众舞姬要为皇上呈献一曲。很好，很好，有请。奏喜收青山月。谅她一个小小的美人，也成不了气候。娘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万万也想不到，中间会杀出个陶竹来。刚才跳完舞，看到他灰头土脸、颜面尽失，真是大快人心呢。奴婢倒是有些替娘娘担心。担心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难道娘娘不怕陶竹从此抢走了皇上的欢心吗？哼！皇上后宫佳丽3000，比陶竹长得漂亮的人不多的是。但是又有几个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？我看皇上也只是一时的兴趣，过几天就腻了。这件事不用放在心上。是，奴婢多虑了。
启禀皇上，陶美人到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免礼。今晚上时局，难得准备了栗子鸡汤面。昭仪最近害喜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今晚是柳儿见昭仪吃的最多的一次了。快，趁热多喝点汤吧。怎么，身子又不舒服了吗？柳儿，还记得那时候皇上让媚娘侍寝，皇上就会命人去做一碗栗子鸡汤面。因为我的食量小，所以皇上会让他们做一大碗，两个人一起共食。可现在，本宫因为有孕在身，却无法侍奉皇上，所以已经很久没有跟皇上享受那样温馨甜蜜的时光。昭仪实在无需难过，皇上后宫佳丽3000，难免厚此薄彼。再说了，昭仪现在是身怀龙子，所以皇上才不方便过来看您的。这是那些未怀龙胎又遭冷落的娘娘不能比的呀。话虽如此，可谁不知道，在这深宫之中，只闻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啊！昭仪，您就别再多想了，当心自己的身子。等您挨过了这段时日，把皇子和公主平安生下来，还怕得不到皇上的宠幸吗？你不懂，宫中世事难预料，就算当上皇后又如何？远的不说，皇后娘娘打算得好，可到头来呢，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来，好吃吧？没想到你可以做一顿这么好的鸡汤面给朕吃。臣妾也没有想到，陛下竟然喜欢吃这个。你不知道好啊，那就证明我们心灵相通。来，再来一点。哦，陛下，臣妾吃不下了。陛下，不如这样吧，臣妾为陛下弹奏一曲，这样既能让人心情愉快，又能让陛下胃口大开。哦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。娘娘一早就精心打扮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本宫打算做一顿丰盛的早膳，去跟皇上一起享用。可皇上昨个不是召了陶美人侍寝，想必他现在还缠着皇上，不肯放人呢。哼，你懂什么呀？依我看呀，
皇上对那只狐狸精不过是想尝尝鲜罢了，一夜过后肯定也该腻了。更何况，陶竹不过是个市井出身的舞姬，她有什么气质和内涵呀？唉，以本宫看呀，她就像这只素簪一样，既普通又不起眼儿，丢了也不觉得可惜。而本宫呢？本宫则是南朝齐梁皇室的后裔，天生就光彩夺目，不同凡响。既然皇上是天子，肯定是要选我这个人中之凤喽。皇上，皇上。哟，本来以为妹妹我起的就够早的了，没想到有人比我还急呀。我可不是心急，只是因为给皇上做了早餐，佳肴嘛，当然要趁热了。王公公，在，早就让你去禀告皇上了，皇上怎么还不出来？回娘娘，皇上昨晚像是累瘫了，到现在还睡着，奴才不敢随意惊扰他。王公公，你这奴才是怎么当的？皇上一会儿还要早朝呢，你不去叫，本宫去。哎，淑妃娘娘，请留步。要是惊扰了皇上，奴才有9条命也担不起呀。哎呀呀，好像有人着急了，刚才还说不着急的吧？我这不是替姐姐着想吗？我怕姐姐带来的早点凉了，皇上吃了会不舒服。这不劳妹妹操心。本宫的手艺可好了，不管是热的还是凉的，皇上这吃了呀，心里都暖洋洋。哇！皇上，皇上，这么早啊，你们俩啊？皇上，皇上，你饿了一晚上，肚子有没有慌一点？哎，好像有一点。香云，赶紧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啊？皇上，这是臣妾特意给你做的金银元宝。哦，好啊。梅芳，快点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皇上，臣妾昨天晚上就起来给你熬粥了。哎呦，是吗？嗯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皇上。哎呦，你也辛苦了。可惜啊，今天朕不能吃你们的东西了。哦。为什么？两位姐姐早啊。哎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让上食局安排了今天的早膳。如果两个姐姐不介意的话，不如一起进来用膳啊，是吧？不介意。不介意，来啊，我们一起吃，开心啊！走。葫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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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葫芦。哎，准是上食局了。动作都麻利点啊！发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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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活！哦，知道了。葫芦，葫芦，是我在这儿。我到处找你，你都在这儿啊！我这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啊！帮帮他，帮帮他。那个他需要帮忙。这是挡住我！今天怎么那么热闹？今天呢，上食局要准备出一顿非常非常特别，然后非常非常丰盛的菜，所以我们缺人手帮忙啊！快快快！哦。哎呀，别看了，赶紧帮忙啊！哎，前2天对我不理不睬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？因为今天宫里有喜事儿啊，陶铸被皇上封为美人啦。人家被封为美人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高兴什么？我替人家陶铸高兴不行啊？有道理。那我替皇上高兴。赶紧帮忙！哦，帮忙！哎，这个饭是给谁做的？陶铸啊。哦，给陶铸做的。我来。滚！哎，叫干活。干活。干活。皇上，臣妾做这饺子的时候，和面手都粗糙了，你看呀。哎呦，哇，哎，
这菜真丰富啊！早知道两位姐姐都在，就应该多准备一点才是。禀皇上，这翡翠白鱼羹是用米粉、菠菜搅碎以后熬煮成浓汤，再配上山药、芝麻所制成的。哦，哎呀，皇上要不要尝一尝？好。怎么样？非常美味呀！这菜呢，不只是美味，其实里面大有含义在。不知皇上有没有猜出来呀？哦，要我猜？好，我想想。这个米粉如云，菠菜汤似清溪，芝麻山药又为道士延年益寿之方，加上盘下又以小火炉在加热，使得整道菜不断冒出热烟，看起来就像腾云驾雾一样，感觉就像那个山中之蓝。我知道了，莫非是意味清溪千余仞，山中一道士，云生梁洞间，风出窗户里呀！皇上真的是好聪明啊！臣妾正是根据这个游仙师设计的这道菜呢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好了！我再尝尝，来，再尝尝。真香啊，真香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叫豆腐锅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豆腐锅，这是用清远的重豆腐，加上金针菇，再配上猪耳朵。金针菇配上猪耳朵，这难为你怎么想的？不懂了吧？外行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猪耳朵的脆口，配上滑滑的豆腐。上菜，盖盖儿，传上第二道，一堆金针菇炖好些大豆腐，还有老大的猪耳朵汤。清远豆腐。回皇上，这豆腐可是陶美人特别交代的。皇上，不知道这道菜您能不能猜出来呀？听好，清远豆腐嘛，清远豆腐其重量能直沉水谷之底，故又戏称为水鬼豆腐，而金针又称杨花。所以这猪耳沉在汤中，显然是借指洗耳，所以这道菜应当是游仙诗中的借问此何谁？云是鬼谷子，峭迹其隐阳，灵河思洗耳。一点都没有意思，你一下就猜到了。哎呀，别这么小气嘛！啊，好，来，大家都吃一点。来，谢皇上。来，师傅，第三道菜怎么还没上啊？再等一会儿。菜来喽！豆蔻，竟然是豆蔻哟，用如此珍贵的香料来做鱼啊！这道菜实在是很难用诗句来形容。其实这道菜呢，就像游仙诗的第5联：昌河西南来，前波浣林起。这昌河呢，就是西风，就是从西南吹过来的风，就好像西南之国天竺所产的豆蔻香气一般，让人仿佛尝到了风的滋味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对。还有，这鱼鳞片为替，不正像是风掠过之后所起的粼粼波光吗？妹妹，这首诗可有7联14句啊，为何这桌面上只有这3道菜呢？难道是妹妹文思不够泉涌，想不出第6、第7联该配什么菜色吗？因为根本用不到第4、第5道菜，因为接下来的句子“灵飞故我笑，璀然起玉齿，检修时不存，要知将谁使”。
这说的不就是朕身边这位如天仙下凡的陶美人吗？皇上，两位姐姐都在呢，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说的真话嘛。恭喜皇上得到了这么一位有才情又贤惠的美人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上天注定啊！哎，你说的也太对了。呀，淑妃妹妹，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听不懂没有关系嘛，你问呀，大家都不会笑话你的。皇上，我看皇上能得到陶美人，那真是天赐的姻缘呀。你俩真会说话呀！啊，对了，今天啊，陶美人真是太厉害了，能够把每一句诗句配上每一道珍馐。只要皇上喜欢，下一次我再使别的花样，好吗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今天朕吃得特别开心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朕要赏你什么呀？只要能够博君一笑就够了。嗯，真的吗？你不讨赏？那唯有先夺你的美人之位，然后再赏自己一位妃子。臣却愚昧，不知道皇上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今天朕要封你为陶婕妤。谢皇上。好不好？真是太好了。陶婕妤啊，你真是太有才了。来，朕喂你喝。师傅，你尝尝。菜来喽，来，多吃点儿。春熙姐，哎，咱们虽然不能吃御膳，可是能吃上这么一顿丰盛的早餐，那也算值得了。是你们不嫌弃这一桌我用剩下的食材做的平凡小菜？这些都是剩下的食材，完全吃不出来啊！春熙姐一双巧手，果然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哎，啊？怎么了？是觉得不好吃啊，还是嫌弃啊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是怎么了？突然的？哎，陶美人只是侍寝了一晚上，皇上竟允许她让上食局做出这么丰富的菜，可见皇上是多么宠爱陶美人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吃皇上的醋啊？我师傅他不是吃醋，他是担心武昭仪。武昭仪啊？武昭仪的孕吐现象不是好了挺多的了吗？哎，正所谓一朝新人换旧人呐。我是担心皇上宠爱陶美人，冷落了媚娘。不会吧？来，昭仪，要不要柳儿再到上食局去请春喜姐，再做一些安胎补神的汤药给娘娘喝呀？算了算了，你不是说那个陶主让上食局的人给皇上安排了一些丰富的早宴吗？是啊，那个陶竹陶美人只不过才进宫1天，就敢命令上食局做这个做那个的，这岂不是太嚣张了吗？哎呀，总之这个时候别再麻烦春喜他们，多不好意思啊。昭仪，要不柳儿请殷大人过来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殷浩啊？因为殷大人是昭仪的同乡好友啊，为人善良，而且又幽默。柳儿注意到他每次来找昭仪，昭仪都会很开心的，所以柳儿想，是不是请殷大人过来陪昭仪聊聊天儿，昭仪就可以不用那么难受了。是啊，本宫也好久没有见到殷浩了。柳儿，
去把殷大人给我请来吧。是，昭仪。陶婕妤，恭喜你啦！昨天才刚被封为美人，今天马上就升为婕妤了。小蝶当初就说你一定能够飞上枝头做凤凰的，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。还是多亏你的金口，托福了。只是现在婕妤有了自己的寝宫，小蝶不能常常见到婕妤了，心中实在有些不舍呢。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呀，这些日子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姐妹看。这次能被皇上看中，还多亏你给了我武艺和首饰呢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哪里，都是你武艺高超，小蝶不敢居功。我刚来宫里，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，我身边正需要一个稳重又值得我信任，又能随时提醒我的人。要不然，你去给我当贴身侍女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小蝶太高兴了，谢谢陶婕妤，谢谢陶婕妤，我去帮你收拾。干什么吃的你啊？你不打你打谁？天天吃饭吃的这么多，干事一点都不行。我没，能怪我说你吗？啊！一天到晚打死你，你记吃不记打的玩意儿，一天到晚啊！殷大人，殷大人，小蝶怎么那么开心呢？参见殷大人，小蝶是特意来向你禀告申辩辞行的。小蝶不当乐师了，小蝶要去入宫侍奉陶婕妤了。陶婕妤？谁呀？殷大人，您难道不知道吗？陶美人已经晋升为陶婕妤了。陶主已经是陶婕妤了，我这太快了，啊！要恭喜他啊，也要恭喜你啊！你不是一直想进宫吗？对了，陶婕妤让我转告你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干嘛？小蝶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就随你走一趟，回来我再打死你！哎呀，陶主可真厉害。升这么快，哎，葫芦，葫芦，你师傅呢？他们刚走啊！你要早来点就看见了。那你师傅上哪儿去了呀？他被陶婕妤请去了。哎呀，那可真不巧了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吴昭仪最近因为害喜的关系，身子一直不舒服，可是皇上又很少去看她。所以昭仪让我过来请殷大人陪她说说笑，解解闷儿。太好了！哦，来了。殷大人到了。臣殷浩见驾，吾皇万岁。殷浩，免礼免礼。谢皇上。殷浩，没想到陶婕妤说的大恩人，原来就是殷浩你啊！请坐。臣不敢。没事儿，坐吧。谢万岁。微臣并不知道陶婕妤呼唤何事，正要请教。殷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要不是您慧眼独具，把我从市井之中带入宫里，我今天哪有缘分跟皇上相见呀？殷浩诚惶诚恐啊！陶婕妤能陪王伴驾，那是吾皇的鸿福啊！臣不敢擅夺天宫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陶朱觉得自己的武艺还不够精湛，所以陶朱大胆，希望皇上恩典，让殷大人来后宫之中教我习武，怎么样？这个……殷大人才高八斗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这点小蝶可以作证啊。是啊，如果殷大人能够继续教导陶婕妤武艺，那皇上就可以天天欣赏陶婕妤曼妙的舞姿了。这个嘛，那好，朕就这样决定了。殷浩接旨，以后我就封你为陶婕妤的个人教导武师。如果内教房没什么事的时候，就过来后宫教她跳舞。臣遵旨。参见昭仪。葫芦，殷浩呢？昭仪，是这样的，殷大人临时有事，所以葫芦他就自告奋勇说要给娘娘说笑话解闷儿。是这样啊。葫芦，你真的会讲笑话吗？那当然了，
我从小就跟着我师傅学艺，这说笑话是最基本的能耐。赵姨放心，葫芦一定替师傅逗您开心。陶竹这个小贱人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昨天封美人，今天封婕妤，还拿什么游仙试验来诱惑皇上？他到底有没有把姐姐把我放在眼里啊？哎呀，本来以为呀，媚娘怀孕之后，皇上能够把眼光都放在咱俩身上，可是天上掉下个陶铸，古话说烂船还有3斤铁呢。我估计短期呀，皇上是离不开那个狐狸精了。哎，湘云，一会儿送些醋溜梅子给武昭仪去。姐姐人还真是好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忘不了武昭仪呢。我是听说皇上呀，有好几天都没去看武昭仪了。她现在有了身孕，我怕她闲得慌，埋怨我这个做姐姐的不去陪她聊天。看来媚娘也跟咱们2个一样，只能吃醋溜梅子的份儿了。不会的，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学生就问老师，说这杯子的杯，左边是个木，它不是木头做的吗？你知道老师说什么？笨蛋！这旁边不是还有个不字吗？意思就是不是木头做的。笑死我了，有意思吧？赵姨，我个人也觉得这个杯子的故事确实没什么意思。还有关于瓶子的故事。湘云见过武昭仪。葫芦，你先下去吧。赵姨，我还有关于孙子的故事。下去。谢赵姨。这个胖葫芦，比他师傅可差远了。昭仪，这是皇后娘娘命湘云送来的，娘娘家乡的特产，醋溜梅子，专门冰镇过的。听人说呀，孕妇吃这个会舒服一点。难得皇后娘娘还会记得妹妹。果然好喝。武昭仪果然喜欢喝。我们家娘娘说了，同是被皇上冷落的姐妹，心境相同，喜欢的口味自然也一样。被皇上冷落？哦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说错话了。但说无妨。是皇上最近宠幸陶婕妤，冷落了昭仪、皇后还有淑妃，我们家娘娘才有感而发的。陶婕妤，武昭仪您不知道吗？那个陶美人备受宠爱，一夜之间已经从美人升为婕妤了。什么？湘云还要回去复命，就先行告退了。这起开！慢点，师傅。师傅，这就是摄魂丹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只是雏形，还需要再试验。这可是我怎么觉得跟夺神丹一模一样啊？我跟你讲，阿广，皇上服用的夺神丹呐，是慢性毒药啊。皇上吃下去之后，只会暂缓头痛，而且皇上对这个依赖性会越来越强，他头疼的频率会越来越多。哦，我明白了。
您呐，是故意把这摄魂丹跟夺神丹练得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等真正的摄魂丹练成之后，马上代替夺神丹。是的，给皇上服用。我告诉你呀，等摄魂丹练成之后，这整个大唐都在师傅的掌握之中。真的。来，慢点。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我看看。老爷，何公公找您，先下去。我看看。没事。我跟你讲，阿光，这个炼丹丸比较重要。好好看着炉火，千万不要让火太大。明白吗？好，来，慢点。何公公，袁大人，什么事？赶紧说。袁大人，您之前让我留意的那个桃竹，现在倒好，连升2级，到了什么桃婕妤了。目前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更别说王皇后或者萧淑妃了。皇上是夜夜找的事情。接着说。就连武昭仪，现在皇上都不再理会，所以我觉得。你觉得什么呀？我觉得皇宫中目前的皇后有可能是这个桃婕妤。再说一遍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皇宫以后的皇后就是这个桃婕妤了。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。皇后是你随便议论的吗？大人息怒啊！滚！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！皇后，讲皇后。参见皇上，武昭仪突然肚子疼。叫御医了吗？叫了，御医已经赶往昭仪宫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禀报皇上，昭仪脉象已经稳定，腹中胎儿亦无大碍，请皇上放心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肚子疼呢？怀孕妇人本就忌食生冷，加上昭仪娘娘本来体质属于气虚体寒，又吃了冰镇梅子，所以才会动了胎气。好，明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都怪媚娘，害皇上担心了。媚娘，你现在是有孕在身，你要好好休息，要减少走动，知道吗？小蝶，姐姐，这件裘皮是我专门拿过来供姐姐暖身子的，希望姐姐身体好起来，快点生下龙子。你看桃竹多有心啊！真是有劳妹妹了。我还有事在身，我要先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那让臣妾送送皇上吧。哎，不用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要好好调养身子，躺在床上多休息，朕会再来看你的。恭送皇上。柳儿，现在皇上来看本宫，都已经身边带着桃竹了。皇上莫非真的是有了新人，就忘了旧人了吗？昭仪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。
虽然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，但是等到皇上喜新厌旧的心情一过，皇上就会回来的。那时候皇上心里还有本宫吗？昭仪，要对自己有信心呢。想想看，你在感业寺的时候，皇上也不曾忘了你呀。你现在每天待在宫里，又身怀皇子，皇上又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呢？娘娘，皇上的头疼病又犯了。是吗？他吃药了吗？已经吃完睡下了。那陶竹呢？他一直陪着皇上呢。皇后娘娘，参见皇后。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。谢皇后。皇后，皇后，这太阳真大呀！香云，你没有看到今日阳光不小，你不拿个东西给皇后遮阳，难道是有心想损伤皇后的皮肤吗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你特意支开湘云，有什么事要跟我讲？说吧。皇后啊，有件事情我是来特意禀告您的。无论如何，千万要小心这个新来的陶婕妤。这话怎么讲？哎呀，皇后啊，这个陶婕妤虽然她长得美，但是她的面相却是个早死之人。你胡说什么？哎，皇后，我真的没有胡说呀，只是怕我说来你不相信。不妨直言。是这样的，我发现陶婕妤那张脸根本不是她的，她没有脸。真是无稽之谈。脸长在她的身上，怎么就不是她的脸呢？是啊，我也不相信，但是这是真的。我发现她那张脸的主人已经死了。袁天罡，你丹药炼多了，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树笑啊，我虽然炼丹练得很多，但我从来不吃自己的丹药。你又直呼本宫名讳。皇后，你就是叫树笑啊？懒得跟你说话。我是永远站在你这边的，你放心，我会为你扛下所有的磨难。树笑，陶竹向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我发现陶婕妤那张脸根本不是她的脸，她没有脸，她那张脸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姐姐，为什么这样盯着我？我脸上有什么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恰巧想起了家乡一个传说而已。什么传说啊？你告诉我吧，我最喜欢听传说了。好啊。湘云啊，在。你去准备茶和点心，我要和婕妤好好聊一聊。是。坐。
其实这个传说也是我们家乡的长老告诉我的。哎，婕妤，女娲造人的故事，你知道吧？听过。传说女娲造人之后呢，看到人类的繁衍生息，她特别的高兴。但是突然有一日，她看到两男为了一个姿色姣好的女子大打出手，甚至自相残杀，所以女娲不忍，下了个诅咒。然后呢？然后女娲就要天下所有美丽的女子都不能活过12岁，让她们永远都有孩子般的天真。可是我看婕妤这沉鱼落雁的面貌，哎呀，我都不禁怀疑起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了。姐姐，你这是夸我呢？你别笑啊，我是说真的。其实呢，我从小也是在市井之间长大的，经历过诸多磨难。不过呢，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我，每当大难临头时，都有办法帮我躲过。你有什么大难呐？我还是不要说了吧，免得说出来伤了姐姐的耳朵。你呀，还是觉得我陌生，所以不打紧，以后再说吧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今日来就是想跟姐姐结缘的。哦，姐姐，我今天特意送了盆花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开花的植物呢？是吗？那真是巧合了。在我们家乡有个习俗，新交的朋友呢，都要送上夹竹桃，来表示两人友谊的开始。这花开得越茂密，就代表两人的关系越好。此花真是不可思议，竟让我有眩晕的感觉。这是刚开始，闻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哎，这个步摇就送给你，往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那妹妹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妹妹刚来宫中，有很多地方都不太明白，姐姐还要多照顾妹妹呀。那是一定。左边。哦，不，还是右边好一点。再进去一些。哎呀呀，不好，放到这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姐姐，妹妹，媚娘给姐姐请安了。快快请起。你看你有孕在身，怎么还跑来看我呀？上次吃了姐姐送来的冰镇酸溜梅子，这次媚娘亲自给姐姐送来点龟苓膏，让姐姐品尝一下。龟苓膏啊，哎呦，正好这几天我还有点嘴馋呢，真是体贴。来来来，里边坐。哎，姐姐，那不是夹竹桃吗？是啊，这是陶婕妤送的，说是朋友之间的见面礼。陶婕妤送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表情怪怪的。这夹竹桃怎么了？妹妹不知道这陶婕妤家乡在何处，可在咱们巴蜀这夹竹桃若是黄色的，则代表着深刻的友谊，没错。若要是这白粉相间的，那可就是另外一种含义了。哦，这有什么含义呀？忘恩负义。殷浩今天又没来啊？娘娘没听说呀。
因为上元节快到的缘故，皇上特别指明陶婕妤要在上元节庆典上为我们大家表演节目呢。本宫知道此事，但跟殷浩有何关系呢？皇上指明了是陶婕妤，婕妤呢又指定我师傅，让我师傅教他天女散花，准备金元四方呢。最近我师傅忙的呀，就连我们内教房的乐师啊、舞姬啊，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呢。这个陶婕妤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偷走皇上的宠爱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连殷浩都想霸占，真是个不惹事儿就活不下去的狐狸精。对，柳儿说的太对了，嘿。娘娘，这是陶婕妤让上食局专门为您做的汤圆儿。陶婕妤？是啊，娘娘。酒酿蛋汤圆儿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别起来呀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吃点东西吧。姐姐，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这是我们老王家的传统，酒酿蛋汤圆，能补气养血，所以啊，我亲手为你熬的。来，趁热吃吧。姐姐，你真关心我。哎，你现在身体虚弱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谢谢姐姐。你呀，就不要跟我客气了，保证啊，药到病除。慢一点啊。来。好吃吗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在想什么呀？怎么不吃呢？没什么。